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新的年度，毋知咱有啥物新的愿望无？你若是看新闻、拍开电视，我想咱会当看到真侪好也歹，好的较济也歹的较济。若是就我看，歹的敢若较济。但是我想，咱犹原伫即个中间，通过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咱来反省一项事。当咱伫咱所徛起的世界，咱的信用到底伫咱的生活内底扮演什么款的角色？伫去年年底，我去找一寡数字，遮个数字拢是伫维基百科内底真容易会当去找到的，所以遮个资料拢对遐来。但是伊无上新的统计数字，无法度统计到2017年，伊只有到2012年，这大概是5年前的数字。伊讲起伫全世界内底，基督教的人数大概占偌济？31.5啦。但是我毋知影安怎，我电脑安怎拍，伊拢甲我写32啊，拢自动进位。事实上基督徒的人数敢有真正遮济？其实我真怀疑，因为伫即个中间，基督教的人数减少的比增加的较济。然后第二个宗教是啥物？是穆斯林，大概占23，占23。但是，互人上界特别伫遮注意的，就是第一个宗教上济是基督教，即个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甲Protestant 即个新教、基督新教，拢总挂伫内底。然后第二个是穆斯林，但是第三个是啥物？第三个是无神论的，无神论占16.3，这是2012年的数字。若是现在，我相信基督徒的人数是增加还是减少？减少，佫减足济。然后接煞，咱看到的才有佛教，佛教上主要的大概就是伫中国、日本这拢是属于佛教的国家。佫有东南亚有一寡国家是用佛教做因主要的宗教。然后伫即个内底，佫有一个较特别的，甲咱较有关系，是即个民间宗教。即个是迄个中国的民间宗教，伊可能包括道教，包括伫用台湾做例有足侪神坛，也是伫咱昨石盘团契内底有讲到有儒释道，拢包括伫即内底。然后，佫有一个其他宗教占0.8，但是伫即个图内底有足趣味哦，有一个迄个趴数无占介济，但是伊每一个图、每一个资料拢会写出来，叫做啥？犹太教，伊拢会写出来。我想迄是因为犹太教的人虽然无济，但是伊伫世界影响咱真大。第二张图要互咱做伙来看，即个是加拿大。伊的日期，伊的迄个统计日期是到2011年，无法度共款。伫即个中间，加拿大这足超乎我原来所想的。伫加拿大内底，第一大的宗教人数上济是对一个？是天主教，竟然有39%。然后第二个则是其他的基督新教，基督新教所谓英文内底大概叫做 Protest。迄个包括长老会、联合教会、浸信会、五旬节教会，也是抑佫有其他的教派，拢总加起来，大概占28.3。所以这是用即个数字，咱会当看出来吼。所以即两个加起来大概超过一半，这是2011年的。然后第三个，什么款的人占第三济？这应该不是无神论哦。伊所要表达的意思，应该不是无神论，是没有宗教，没有信仰，对不？我安尼解释敢有对？这不是无神论的意思哦。这个第三个上济是表示讲，伊无有固定的宗教信仰，这种的人占偌济？23.9。
迄个比例也真悬。然后接续则是穆斯林，则是佛教、印度教，还是锡克教哦。这我嘛真惊讶吼，即个锡克教伫即个中间也占真大诶部分。然后有犹太教，就还有其他诶宗教。但是这是2011年诶统计数字，互人较伤心诶是，即个数字是已经大概6年、7年前。若是另外一个表，可能咱后礼拜是会用到。我即摆无用较侪表。另外一张表内底所写诶，伫即个基督新教内底，即个基督新教28.3内底，其中伫加拿大上界大诶基督新教教派是对一个联合教会。联合教会伫10年诶中间，对300万人，即等于无？联合教会信徒对2001年300万人，减少10年诶中间，减少到变200万人，减少1/3。若是长老会咧，咱是长老会吼，长老会，咱家己去查看觅，看咱剩偌济。会安尼讲诶意思是因为真正剩足少。伫即个中间，互人看见一个真实际诶，讲牧师你有够害呢？是安怎吼？新年第一礼拜第一讲，用即种物件要摕出来互看，无鼓励人，阁是要互跋倒向。我想毋是，是因为咱要对年初，咱用即款反省诶心情来看待今年2018年，你要做甚物？第三张图，伫即个中间，伊所讲到诶是主要诶宗教伫全世界内底来分，这是用国家诶角度来分，毋是用区域。所以伊若用国家诶角度来看，我简单来讲，绿色诶即个所在，大概就是穆斯林。然后咱会当看到即个，甲即边即个是东正教，东正教嘛是属于基督教，伊甲天主教其实较晏，总是即个所在咱的信仰差不多，略小可共款。讲到足无确定，原因是因为我有一摆开会时去撞到东正教的主教，伊是主教，我是牧师，讲起来亲像迄病大对无？讲起来像迄病大，其实大细汉差足济因为伊的帽足悬的伊的迄个袍吼足大领，足水的，所以去到迄种会场吼，无人会去甲牧师翕相大家拢去甲主教翕相，因为主教吼。听起来，即个名就 Bishop， 讲起来就是真正是较有力。所以即边拢属于东正教，然后即边属于天主教。即个所在咧，这看起来像迄地加拿大，遮咧，遮拢总加卡起来，伫即个图内底拢甲伊算作是基督教。所以即张图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有个人讲了足迄落好像穆斯林伫内底基督教全安尼靠一个，即个是澳洲嘛澳洲，所以一遮全安尼包起来，即个是非洲的中甲南的所在，所以遮嘛拢是基督新教的所在。但是你若用另外一个图，这是用国家来分国家来分的意思就是，即个国家主要若是基督教，人数较济，就甲伊当作是基督教的国家。若是即张图，就搁另外无共款这就是用区域来分，所以咱会当看到加拿大北边，这小无共。伫即个表内底，伊甲归类做民间宗教，所以遮个大概是咱所知影 First Nation， 伫迄个原住民的所在，所以因的宗教信仰甲咱有小可无共款。然后咱伫即个中间嘛会当看到即个苏联，过去苏联伊的北边，伊的宗教信仰拢无共款，所以本来即个用即个图来讲，这规个讲起来，亲像拢是东正教，亲像基督教的部分。来到即个所在，本来咧根本就剩无偌济，根本就剩无偌济。然后你会当看见着，你会当看见着，伫即个中间，基督教伊的范围。是哪来哪少？
伫咱诶统计数字内底有一个足特别的，就是美国。美国对一种宗教的人口上济，足济数字你找无，你无法度去找到上新的数字。假使你若找有，请你互我知影，这会当做一个研究甲探讨。加拿大阁找有资料，美国找无，我毋知影为虾米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咱咧检讨，有人咧问讲，是安怎基督教假使是一个互人真好、真有愿望的宗教，是安怎哪来哪少？是安怎人甲人的中间，敢若咱伫加拿大的体会，伫我遮开总会的体会，开中会，咱迄落长老教会中会体会。每一摆开会所讲起的主要议题拢是啥物？第一个，要卖教会；第二个，处理自杀，其实拢共款。咧开会中间所讨论的拢是安尼。有人咧问讲，是安怎咱的教会会变做安尼？是安怎人哪来哪无爱去教会？因为咱可能拢想象来到教会，亲像即落型的，头上有个光圈，兄弟姊妹彼此相爱，所以啊，喙笑目笑，来到教会应该真好。真侪人对教会的想象差不多拢是安尼，所以对教会有真大的期待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来到教会是安尼。敢看哦？你看到啥？头壳顶的迄个光圈无去啊，然后呢，规身躯拢刺，所以当我甲你相揽落了吼，毋是你着伤，就是我着伤。所以愈亲的人，着伤愈重。啥物？复健哦，来复健。真侪时，咱想象的教会是即落型，来到地，咱穿咧即落型。若是安尼，我去教会要创啥？敢有利益？咱伫即个中间，咱所行、咱所做的，敢有法度成做一个好的见证，互人欢喜来到伫教会？伫即个中间，要请问咱大家，你的信仰，甲你带来甚物款的眼界甲作用？你的信仰，敢有成做改变你即个人一个重要的因素？我的意思是，假使你若无即个基督教的宗教信仰，你做一个人安尼行。但是当你有即个基督教的宗教信仰，你所做的事、行的路，以及你表达出来，敢有无共款？你敢有因为即个宗教信仰？改变着你的境界。咱真侪人对教会有真大的期待，但是事实咧，有真侪人伫信仰顶悬跋倒，拢是伫教会。2018年新的年，这是顶礼拜的代志。2018年。天主教的教宗伫新年弥撒内底提出一个真特别的名词，伊考劝人去放下你生命中间无路用的重担，放弃你那没有用的包袱。这个没有用的包袱所代表的，其中伊提到两项真重要，互我心感触真深的。第一个就是消费主义，意思就是。用物质消费来做你心神满足的一个基本。另外一个，伊中文翻安尼吼，我实在是看无。这啥物意思？空泛的刀，絮刀，意思是啥物？就是细细念啊，细细念啊，念东念西，念到一点仔意义都无啦。意思就是讲。伊伫遮考劝世间人，你爱放下两项物件。第一个就是伫消费主义，互人满足的物质；第二个
就是伫你身边定定听到迄款嘈念，然后对你性命无帮助的物件。我想即款的心态，可能也讲到真侪人的心境，因为咱拢用价格取代价值，我们用价格取代价值，所以互人伫迄个中间走向另外一个方向。然后伫现代资讯非常发达，网络消息非常多的情况下，有真侪伫咱耳孔边仔，伫遐咧讲，伫遐咧听，伫遐咧说物件，拢只有扰乱咱的心，但是对咱人生所行的路站呢，无有正面的价值。我举一个例，伫阮台南新航医有一个赖的群组，叫做男神校友会。即个男神校友会成立一个上界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台南新航医毕业的遮个校友，无论伫世界啥物款的所在，会当有即个群组，所以会当知影人的消息。这是主要的目的。总是有时大家嘛会伫迄个中间传一寡消息、资讯比如讲上定看到的，我毋知咱敢捌收到，拢会传到一个讲中华电信又改了电话费率，敢捌收到？然后叫你爱安怎试会当省钱，然后甲你讲到感冒咳嗽爱加啉水，然后水要安怎啉，你就会当避免流感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些消息拢是毋对的。所以伫迄个群组迄个群组我头仔讲到迄是男神校友会哦。所以伫即个群组内底的人，大部分拢是啥物？拢是牧师哦。伫牧师的中间，悠然有真侪的资讯。互阮无法度分辨，毋知影什物货是真诶，什物货是假，什物货是有利益诶，什物货是无利益诶，所以伫迄个中间会造成足侪困扰。亲爱兄弟，这是教宗伫今年就是顶礼拜，伊伫遐讲到诶，你爱放杀即两项无路用诶重担。第一个是消费主义诶空虚，第二个是你耳仔边仔定定嘈念的物件。然后伊伫遐讲起，请咱爱将迄个关心，也是咱的目睭注目伫佗，注目伫移民甲难民。我想即个物件毋免我解说，可能有真侪人会当了解，伫过去即两三冬的中间，有真侪伫穆斯林的难民的中间开始咧走，有诶走去欧洲，有诶走去非洲的北边，有诶走去土耳其，互真侪国家造成困扰。有诶国家真欢迎，有诶国家无爱。伫咱中间即个加拿大，也有限制一寡名额来接受遮个难民。但是嘛捌伫即个中间听去看讲，敢若加拿大政府对难民的条件比移民搁较好，有诶人会安尼想。我想这拢是一种真大诶挑战。但是教宗伫即个中间，伊所提起诶是啥物？伊所提起诶是每一个人拢有迄个权利，会当得到和平。但是嘛，真侪人是冒着性命诶危险，伫追求即个和平。我想伫遮接续伊讲的这段话，这趟旅程经常很长又危险，他们愿意面对沉重压力和苦难。互我第一个看到的画面，就是有真侪人坐伫船顶悬，然后想要拼命去到另外一个国家。若拼有过，有机会；若拼无过，沉海底。所以只有伫迄个中间，互人看见有真侪人为着和平、为着自由、为着会当有生活顶悬的头棒，拼性命去得到。然后教宗伫即个中间，佮提醒
请大家毋通拍坏遮个人因心中的愿望，望将因对和平的脚步来接援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教宗伫遮提起，伊重新来讲起一个人人生所需要看重的价值到底伫倒。伊爱咱放下一寡无必要的重担，然后将咱的目睭放伫需要放的所在。伫即个消息了后，1月4号，佫出现另外一个消息，看到我毋知影是要笑还是要哭，因为有两个得三钱，第一个是德国的教会，第二个是教廷，这真趣味。咱的主祷文内底有一句话叫做“无互阮入日试”，若是和合本的圣经，伊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即句话本来意思伫中文可能较简单，因为咱语言的关系，但是对法国的天主教，因开始重新去找迄个翻译的问题，因伫遐找出一个无共款的物件，所以用中文翻译出来，伊变做两个无共款的意思。第一个是不将我们置于试探之下，不将我们置于这是原文哦，这咱主祷文的原文哦。然后以新的翻译变成不将我们置于试探之下。另外一个是叫做不让我们受到试探。这两个有啥物差别？其中争论的问题是谁将我们置于试探之下？是上帝。所以上帝敢会将咱放伫试探的内底？若是咱真侪人读约伯记，约伯记内底又讲到约伯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，但是伊温准试探放伫伊的心上。另外一个所翻译出来就是讲，莫互我去拄着迄个试探。所以即两个有真大无共款的争论。结果是啥物？老实讲，我毋知，因为伫我的祈祷内底，我敢若恳求上帝讲：上帝啊，若莫互我拄着试探上好，因为我袂堪钱。每一个试探，拢有可能互人绊倒，然后试探伫对上济，教会内底上济，因为常常互人绊倒的，毋是伫外口，咱拢会讲伫外口所拄着的。是生活顶悬所拄着的困难、苦难甲压力，但是讲到的试探，拢伫对当着的，拢伫教会内底，因为迄对兄弟来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一段真特别的圣经节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节讲起有一个人伫耶路撒冷，伊是义佮敬虔，叫做西面。即个西面，伊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。咱用中文的翻译叫做“他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”。然后，这个西面真特别的，就是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甲伊讲：，伫你人生结束进前，你要看见基督。所以，伊伫迄个中间学了上帝，伊感觉伊人生已经无所遗憾。这个西面是安怎会有即款的感触？因为西面是活伫一个甚物款的世代？伊是活伫一个以色列受殖民的世代，意思就是以色列遮个人还阁伫咧，但是无家己的国家，无家己的土地，因为土地是罗马政府的，土地是别人的，因为因伫迄个中间拄着政治顶悬的压迫，拄着经济上的压迫。咱若有人会记得，伫旧年石盘团体内底，我捌有一讲去讲起着。以色列迄当时所拄着迄个税顶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因敢若纳税着纳甲叫毋敢，然后爱纳互罗马政府，然后食物爱有食物的税，厝爱有厝的税，然后你若要行路要过路，着搁纳过路税，所以伫迄个真济税，所有的税加起来万税中间。以色列百姓真期待因伫经济顶悬会得到头发，然后会当互因的国家重新得到独立。我想西面伊有迄种
看见着以色列所拄着艰苦的迄款的对待，但是伊伫即个中间，伊所感谢上帝学落的是啥物？伊学落的，咱来看哦，伫即个圣经节内底，你若对30节一直到尾啊，咱所读的经节，伊讲：我的目睭已经看见着你的拯救，我的目睭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所以你会当互我你会当偷放我即世人已经无所遗憾。咱若详细看西面所讲的即句话，伊讲的是啥？伊讲的是以色列百姓的荣光。伊看到的即个耶稣是啥物？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西面是为着以色列求的吗？伊伫以色列迄款真歹、真恶的环境内底，伊感谢上帝的是，你互我看见着外邦人的光啊！你互我看见着世界的头放啊！然后伫外邦人的光的中间，要成做以色列的荣耀，因为即个耶稣是对以色列出的。那用现在的话来解说，伊所讲的就是。伫一个基督教的内底，要产生一个真好、真大的转变。但是，即种的转变，毋是要互基督教兴起来，毋是要互一个教会兴起起来，是即个耶稣要互全世界遮的外邦人，还毋捌上帝的人，重新去看见着因生命的光。即个光，毋是互教会。即个光，毋是互以色列的，但是即个光是以色列，是教会的荣耀，因为伊对即个所在出来。亲爱的兄弟，咱重新搁去回想，当咱伫期待耶稣降生的日子的时，耶稣降生是为着甚物人？为着你，为着我，咱拢会安尼讲对无？但是耶稣降生更较大的目的，是为着遐个毋捌伊的人。耶稣降生更较大的目的，是为着遐个还搁伫艰苦困苦中间，还未得到透放的人。啊，得到透放的人伫倒？洗礼，然后伫教会内底用刺烧插。所以伊看袂到光。2018年，你要将耶稣当作是一个甚物款的角色？2018年，你要伫咱的信仰的内底扮演一个甚物款的角色？耶稣是外邦人的福音，是以色列的荣耀。请问你甲我？要互耶稣成做咱的福音，还是成做咱的荣耀？若是用我的角色，我愿意耶稣成做我即世人的荣耀，互我所做的无亏欠伊。若我愿意耶稣是成做遐个还袂捌上帝、还袂捌主的人，还搁伫生命生活顶悬伫挣扎的人。互耶稣成做因的光，总是成做我的荣耀。互耶稣成做外口还阁真侪无神论的人的光，然后成做咱教会的荣耀。基督教信仰上界宝贵的所在，是即个信仰要互人得到向前行的愿望。假使你若是已经向前行，也行了不止啊长，请咱学习第2项的功课。基督教信仰上水的所在，是愿意分担别人的苦难。有真侪人需要即个信仰，伊才有法度向头前继续行。但是有的人因为即个信仰，已经行过一段真长的路站。无论你所行过的路站，你有满意无？
你有欢喜无？今仔日伫教会内底，咱所要学习的，是愿意分担别人的苦难。耶稣对伫你的意义，对今年开始，毋是搁求祝福而已。伫咱的中间所求的，不只是上帝啊，求你赐福我。上帝啊，求你，互我的路哪行哪水。今仔日，咱伫新的年中间要恳求上帝，上帝啊，求你通过耶稣，互我学习分担别人的苦难，互我会当甲因继续行。互咱今仔日伫内底做礼拜的价值，毋是你会当行了真好真稳当。总是因为你愿意分担别人的苦难，互另外一个本来行袂落的，要继续来行。愿上帝互咱今仔日伫即个所在看见的，毋是教会内底的耶稣，是看见着全世界的耶稣。我要阁讲一摆，伫昨石盘团溪内底讲着的一个故事，有一个画家伫海边仔。伫遐咧画画，然后伊看到真远的所在有一个囡仔行过来，伊捡物件等落海里，捡物件等落海里。伊转问即个囡仔讲：啊，你咧捡啥物货？你是咧捡石头吗？伊讲毋是，我毋是咧捡石头，我咧捡啥物？我咧捡 starfish， 昨有来拢知影。我咧捡 starfish， 因为即个 starfish。若无迄落海内底，日头出来拍打，伊就死去。所以我要甲即个 starfish 牵落海里，伊就袂死。海星，海星。所以有人伊迄个画家转伫遐大笑，讲哈，这是要怎捡会了？你看迄个海岸对即边去到迄边，规个海岸拢总是海星，你要怎捡会了？即个囡仔甲讲，我可能无法度捡拢总的海星，但是我捡一只，等落海里，我就救一只。我伊个捡一只，等落海里，我伊个救另外一只。我会当捡几只，就算几只；我会当做偌济，就算偌济。亲爱的兄弟，咱无法度救全世界。但是今年2018年，咱要学习一项物件，就是愿意分担别人的苦难。迄个苦难毋是你爱替伊担拢总的物件，但是迄款分担别人的苦难所代表的意义，所讲的就是你甲伊相同行，互伊会当继续行落一个新的愿望、新的年度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感谢你，互阮伫好摆、欢喜、困难的中间行过2017年。但愿伫你的面前，要搁一摆日子，阮也要勇敢行完2018年。总是伫即个新的年的中间，阮不止家己要行，行了好，行了水，阮更加要恳求你赏赐阮够额的勇气甲气力，陪伴阮的兄弟姊妹来行新年度新的路站。主求你教示阮怎样来分担别人的苦难，求你互阮看见全世界还阁有真侪人对你的欠缺甲需要。主啊，使用阮，当阮有福气通伫你的面前，诚做你的器皿，受你使用的时，阮献上感谢。当阮无够气力来行你所欢喜的事的时，求你赏赐。愿阮伫你的面前所摆列的，是你所欢喜的罪，你来献上感谢祈祷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